大家好，我是龙少华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璇。我伫咧剧中演的是柯庆芬。哦，柯庆芬，这是阮老大。是啊，我袂讲。我感觉我足公平的，就是讲哦，阮16岁开始就演戏，阮16岁开始演戏，到即嘛，迄阵啊，所学的台语吼，甲因遐老一辈演员吼讲的台语吼，是纯粹的台语。所以讲，即摆少年根本都无法度讲的台语。自较早安尼一直演到是所讲的台语，其实到即摆完全是无啥物改变。改变的所在就是讲演法。演技的方面就是有改变，自较早演法就是讲，较早演员咧演戏的时阵哦，就甲观众讲，各位观众，请你看，我即摆咧演戏哦，但是甲即个时代过甲遮久啊吼，换代啊，就是换代了后，即摆演员就是自然生活，甲你讲话共款，足自然的安尼哦。但是你嘛是有咧演啊，但是互观众朋友看袂出来讲我咧演。这就是两种无共款的演员。啊，甲因即摆我甲因即摆少年咧讲台语来对伊来讲，完全是无共款。因为阮讲的台语甲因讲的台语是完全有差别，所以有淡薄怪怪安尼。敢若我咧讲台语，伊咧讲英文共款。撇步就是我会伫咧边啊写报泡沫，啊，就一直练习。嘛无啥物撇步，就一直练习。我有问伊即句安怎讲？对，对。伊拢有甲我教。但是有当时我的讲法就是甲因讲法无共款哦，伊有当时会甲我纠正。你讲安尼毋对，阮老师咧教是安尼。我讲好啦好啦，反正你若讲了关系就好啦，讲了会自然就好啦。其他无啥物要求。我讲真实的吼，即马做爸母歹做吼。较早爸母就是讲要求实际吼，一定爱照伊的要求，伊的水准、伊的高度吼，一定爱达到即个程度。但是我袂呢，因为我自16岁入来到即个内底演戏，我感觉一步一脚印啦。即款的物件袂使讲你演，就是演到哪有可能演好。人生的即个路程，甲即个接触的，甲经验吼，拢爱有吸收，你才有法度伫咧戏中内底来表现出来。所以我对他的要求就是讲，你爱发挥到即马现主时的阶段，你表现了上好就好啊。啊，无要求啥物讲一定爱达到啥物水准，无。你？对你啊，我无啥物。你对你家己？对我家己哦，一定是无遐好啦。我感觉我家己的表现无遐好，这是一定的。我着一步一步行落去，嘛无啥物一定。哇，台语无好呢。我是感觉讲吼，安尼真好，对家己表现了歹吼。上界吼，这就是有进步的空间。你若家己足自满的吼，就是讲我演了袂歹，我感觉，那你就无进步的空间伫。看家己的演出嘛，足耐个的。当然啦，我到即马看我家己的演出，我嘛足家己的。我足罕咧看我家己演出的戏。即摆阁会吗？即马嘛是安尼，我会感觉讲，我演出看家己咧演戏，感觉怪怪。但是最近我有看一出戏吼，就是2年前。所演的戏，我感觉足好看的。但是我看了后，我会感觉讲，我的演技即马来演，毋知有法度演甲像安尼无？迄就是我咧变的所在。我到即马吼，我拢毋捌自满过，我即马处处要搁咧学习，要搁咧进步。安尼你毋才有进步的空间。对于改变来讲吼，我对演技是完全无改变啦。就是。一成不变，拢是安尼咧演法，那我拢是认真咧演嘛吼。其他的所在就是导演爱负责的所在，就是甲即出戏拍了真高的水准吼，真好看。甲普通的台语无共款的所在真多，
吼，你会感觉画面真水，大家安尼真青春活泼，安尼就好，嘿，我的感觉是安尼。我的感觉是，甲以前的台语剧无共，毋过共款的是，大家拢是真用心咧演戏。希望讲哦，这边戏推出了后，大家观众朋友会目睭安尼一个光起来，哇！台语片拍了足好的呢，足好看的吼，安就好，安尼心满意足。若是一个人每礼拜暗时8点，伫咧公司台语台。暗时10点，伫咧花市，一定要收看。一定爱收看。一定爱收。爱收看。一定爱收看。好。好来，好来，嗨。1、2、3，若是一个，好，搁一遍，来1、2、3，一定爱，好来，没默。好。你到底要哪一句？好了，1、2、3，一定爱收看。